鱼没上钩，收什么竿啊？这谁呀？北齐圣女海棠朵朵。怪不得老师不带师娘来江南。哦，说错了，老师肯定问心无愧。您这嘴啊，还是要学学分清楚啊。这位姑娘是北齐圣女海棠朵朵。伸个脑袋跟那看什么呢？啊，我看这江南好风光啊！我先跟你们说清楚啊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我也好奇，她为什么出现在这儿。要不我陪你鱼竿？北齐圣女踏足庆国，郊游不行吗？今日之事与你无关，让路。早就想领教一下四部剑门下绝学，要不今天？有的大人。哎呀，飞那么高！九品以下都散了吧。散了，散了。哎，您不能上去啊！哎呀，让开，让开，上面人我都认识。哎！哎，自己人，自己人啊！姑娘请，我来蹭个饭行吗？请坐。这两位是？我们是小范大人的门生。哦，坐坐坐坐。干净的可以用。这菜看着挺精致，味儿也还行，量小了点儿。你来江南办事儿？不是你让我来的吗？这话怎么说啊？你写信跟我说要交流两国功法嘛，我知道你在江南，我都给你带过来了。等会儿啊。给你。千一道仙法，这不是北齐苦河的不传之秘吗？我确实给你写过信，想要交流功法，但我没想到你能亲自送到江南来。
张姨，回头我也送你一本。送我什么呀？我的霸道真气啊！干嘛？那不说好的交流吗？有来有回。行行。哎，这真是多谢你了啊！多久不见，变这么矫情了？不是，我知道这天一道心法到底有多珍贵，真没想到我这一封信你就把它给我了，咱俩这交情。听说你成亲了，啊，就当贺礼了。太贵重了吧？我也这么觉着。啊？我是舍不得啊，我老师让我送的。苦荷大师让你把这给我，那不然呢？难道我给你偷来的呀？这大师随礼都这么重的吗？谁让你是叶青梅的儿子呀？我老师说了，这心法呢本来就是你娘的，现在算是物归原主。哪儿都有我娘。你命好，哎，刚才那边出手也得谢。这你谢不着我。那水里埋伏的那个影子才是你的杀手锏。哎，你是不是早知道那云之兰要来啊？别说云之兰了，连影子在江南我都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那太奇怪了。他水里埋伏的那位置也太巧了，怎么看也是有人泄露了秘密。我真不知道，我比你还困惑。哎，算了，不关我事儿。吃啊！哎，你成亲之后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啊，司理里让我问的。哦，他过得怎么样？别问，司理里对他来说，不再问候才是最大的安慰啊。你还是研究一下，这是鸭肉还是鹅肉？你不认识啊？说这个啊，这不是鸡吗？盐水鸡是吧？哎呀，这桥就走水了。小范大人，小范大人，小范大人，出大事了！我让人去看了，好像是转运司起火了。内库转运司，正是三大房库房所有器物，拜代工房人员都在转运司呢。不过大人放心，我来通报之前，已经让明家上下尽数前去救火了。家主觉得这火谁放的？不会是人为的吧？毕竟烧了转运司，对谁都没有好处啊。哎呀，幸好我今晚在明家啊，不然怕不是要怀疑明家放火呀。校范大人，明家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也不敢做出这种事。我知道，当然不可能是明家放的了，毕竟我自己就是人证。不对，也不好说整个明家啊，毕竟家大人多，死的也多。不过最起码老太君和家主肯定是清白的。明某以信义起誓，无论如何，也要助大人踏君真相。这火烧的夜都亮了。你说抱月楼不再是青楼了，老师以后开着它还图什么？老师想的比我们远。老师也没说这些女子该如何安排啊？没说，应该是想拿下三大房之后再说吧。昨晚那场火，听说了吧？转运司烧成一片废墟，三大房没了。早不烧晚不烧，偏偏老师来了江南再烧，三大房没了，内库就撑不下去了。
这也太巧了。我就不相信，能有这么巧的活。收获满满。是啊。哎，还有，那圆梦在江南下落已然查明，接下来不抓吗？老师自有安排。有点高深。大人，我回来了啊！哎呦，这可晦气呀！我在这火场里边啊，转了一圈，这三大房的仓库啊，都烧尽了，什么也没留下。这火灾原因啊，不好查。人呢？都死了，但这尸体数啊，我查了，和三大房的人员数都能对得上，一个都没少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一个活口都没留。这尸体啊，我也查了，我觉得啊，这里边有蹊跷。我一共查了2具尸体，这喉咙深处啊都没有烟尘，这说明啊，他是死后才烧的。但是呢，我怕打草惊蛇，所以呢，就只查了这2具。这火灾啊，一定不是什么意外。具体线索有吗？烧得很干净，什么都没留下，没什么线索。你觉得三大房意味着什么？内裤，还有无尽的财富。那烧了三大房，对谁有好处？对谁都没好处。所以说这把火，烧的只不过是三大房的名字。您的意思是，这里边另有玄机？老王辛苦，守住后门。这把火要是真有蹊跷，这消息就该快到咱们这儿。我这就去。饭前回到住处，再无外出，毫无动作。他住哪儿啊？抱月楼。这是京都的青楼。对，京都青楼的江南分号。孩儿从来都没有去过，只是道听途说。看来小潘大人正气凛然的，也逃不过酒色财气。我还以为他会大张旗鼓地查这场火呢。这把大火，前后烧的是干干净净，就是查，他也无从下手啊。我看他可不好骗。猜疑肯定是会有的，不过于情于理，咱们完全没有必要冒着毁家灭族的风险点这把火。没有动机，自然就不会怀疑到明家。这不可能！这要是被查到，全族的脑袋都得掉光。那明家也不是傻子呀，师兄。怎么就不可能？才能通神啊，殿下！可这跟点火有什么关系吗，师兄？我执黑子。为什么你执黑子啊，殿下？啊，因为是殿下。那行，拆迁吧。我还是觉得那场火它就是个意外。可我就觉得是明家放的火，明家暗中染指三大房多年，老师奉旨接手，明家必定不愿呀。可老师已经到了江南，这三大房交了还是烧了，他都不属于明家了，他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？这可是杀头的罪啊！若是库房早就被明家一点点搬空了，是不是就说得通了？老师，我明白了。这场火是明家故意做给世人看的，他们想转移三大房，然后独吞这些财富。哎，人能为财富贪婪至此，还闹出那么多条人命来，他不怕欠过律法的吗？
那可是江南名家，你怎么把人想的那么坏呀？他都不是我把人想的这么坏，殿下，是人为财死，人性就是这样啊！空口无凭，我不信，有这样的事吗？有。殿下有所不知，我就是这样。我的家史家镇就是这么被烧没的。府衙送来的报灾文书上说，天干物燥，意外起火，一镇子的人的殿下全死了。他们不会跑吗？然而他们就用意外草草结案了。我不相信，您觉得呢？您觉得是意外，还是人为？对不住啊，师兄，我不知道，抱歉，戳到你痛处了。你不明白的事情有很多，才能通神，也能使人不再被人。谢必安那边怎么样？谢必安那边也没有怀疑，毕竟这些年来外界一直传闻，我们母子为了家主之位争斗不休。可实际上啊，我们是母慈子孝。长公主也不会想到，此次我们母子联手，布下如此大局。火场可别出纰漏。您放心吧，即便是查，也会把真凶引向李云瑞那边。毕竟啊，大人物的争斗，有谁会把我们这些商贾之流真正放在心上呢？人人都说，千里之堤，毁于蚁穴。可又有谁真正的会去看那些蚂蚁呢？再过几日，调度大船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可这几日风声太紧，不敢妄动。等一切都结束了，饭前回京，我就调度大船，把库房和工人运出海。小心人祸。买通了2个主事的，他们以为这个大局是李云瑞安排的。工人也都很听话，但一切出了海，就尘埃落定了。哼，看来你是越来越不需要我了，自己全都安排好了。都是母亲教的好，哪有孩儿半点功劳？哎呦，我这腿呀，越来越拐不了弯儿了。哎，看来我就是个废人了。母亲何故自称废人呢？哎，孩儿背你。你这家主越当越稳了。没有母亲提点，家主只是个虚名。你们觉得江南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呢？宁家不算。长公主和2殿下，其实也不算。还能是谁？有的时候麻烦可以不是指一个人，而是人性。江南这么多年啊，明家一家独大，其余商贾再无起色。明家是富了，但是各县穷困潦倒的却越来越多。所以应该换掉明家呀。换谁都一样，
过几年又是新的名家。我这次南下，听的一句话：没了名家，也有别家。三大房就是个聚宝盆，谁守着它，谁就是下一个名家。所以说，三大房姓甚名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的本质。什么本质？三大房里边有天下最赚钱的工艺传承，这我知道。玻璃、制糖、织棉、香水，多了去了，样样都是不传之秘。我想放出去。什么放出去？三大房所有不传之秘，我都放出去。放去哪儿啊？放于天下商铺，技术共享。哦，卖出天价，填补库债。是要收费，但不是为了库债。我也没想过要卖天价。所有的工艺分别厘定数目，享用的商家费用1年一交，细水长流，这就叫做知识产权。可这么一来，内库所有独占的秘密就都没有了。可这样一来，天下众生就有了希望。可内库是皇家的呀，天下万民不也是皇家的吗？这说的好像也对啊。我选知识产权这条路呢，就是觉得真正的财富不该是一家一户，也不是什么皇家商铺，而是天下共进，藏富于民。这条路若是走成了，或许能让那些不被重视的性命多少有些分量。老师，这条藏富于民的路，父皇知道吗？先把事儿办成，再回京都交差。老师，我觉得还是先请旨。这种事情先斩后奏，我怕父皇他雷霆之怒。要做成事儿啊，就不能瞻前顾后的。我不看好这条路，但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，也没听见，更不会私下上奏告知父皇。多谢。但我真不看好。你呢？我也是，你也不看好。是。我这条路表面上瞧着损皇家利众生，他是皇家子弟，他不看好是常理。你为何不看好？老师的话，其实我没怎么听懂，但是我相信老师的选择一定是对的。那你还不看好？只是这世上大多时候，对错并不重要。老师的这条路动了太多人的利益，我担心这么走下去，终将四面树敌，荆棘密布。这世间常有人说，对错并不重要。但如果对错一直不重要呢？一直没有人尝试去改变，那三大房的火，史家镇的火，就永远也不会熄灭。老师，这条路我虽不看好，但我愿意陪您走下去，哪怕燃尽此身，亦不言悔。我和师兄一样。你们真的这么想？知道你疯，不知道你这么疯，还带着皇子一起疯。偷听啊！我可不是故意的。老师，学生们先告退了。走吧，我们还没下棋呢。坐吧。怎么说？找我有事儿啊？过来看看，怕那个云芝兰卷土重来。多谢。不用。按你刚才那条路走下去，要杀你的人恐怕成百上千。一个云芝兰不重要了。所以得麻烦你在江南多住些日子了。以你的身手，除了大宗师，其他九品未必杀得了你。悬空庙被刺之后，我真气炸开经脉，散于体内，时至今日没有恢复，所以我需要你。终于肯承认了？本来也没想真板着。你信上可不是这么写的。书信嘛，能看的人太多了，有些话只能当面说。
为什么不连我也瞒着？心里过意不去啊。为什么？把你当朋友。你我一共才见过几面？你别说，人跟人啊，有时候就这么奇妙。有的人认识一辈子，不过点头之交；有的人只见一面就能托付生死。这话你听了别觉得矫情。我这辈子啊，遇到不少人，可能当朋友的寥寥无几，你算是一个。确实矫情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以后不说了。所以你要添一道心法，想重修真气。哎呀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把那拿来。你要干什么？磨磨。继续磨，别停。你改了什么？师傅做了点手脚，这心法是假的啊？也不全是假的，大部分都是真的，只是动了几处。那我要是照着这个动了手脚的练，会怎么样？也能重修真气，但是到不了9品，搞不好变个白痴什么的。这么歹毒？这苦荷不是说这是我娘给他的吗？对呀。物归原主，他还动手脚。毕竟你是庆国重臣，理解理解。别等会儿，这事儿你知道？我当然知道。那你也不提醒我？信任是相互的，你不坦诚，我怎么敢交心？你猜到我真气出问题了？你跟我写信要心法，傻子都能猜到，你肯定是遇见了意外。如果你跟我隐瞒实情，那练成了白痴也是你自找的。这么狠心吗？以你我的身份，朋友2字何其沉重。那你把这个改回来，苦荷那边怎么交代？不用交代，徒在外，生命有所不受。多谢，世上还是好人多。真矫情。笔给我。干嘛？给你画幅画。什么画？之前给你那本《霸道真气》，少给你几幅画，硬练啊，容易七窍流血。什么时候这世上的人才能少些尔虞我诈呀？咱俩共勉，一起努力。大人，您看看谁来了？监察院一处邓子越见过提司大人。当你是认识多久了，跟我来这个？来坐，坐。规矩嘛。哎，邢天兄，哎呀，哎，你这胡子呢？啊，这不是奉大人的命令，到江南调查名家，我觉得暗桩嘛，就应该彻彻底底的改头换面。来，喝水。哎，邢天兄，还是先说事情。我听大人的吩咐，化妆成灾民到了江南之后，果然就被名家给收拢了。但是他们疑心很重，头1个月就是整日劳作。我估计他们一直在调查我的身份。这1处跟4处一块儿给你做的这身份，不会有什么纰漏吧？确实是。等到第2个月的时候，看的就松多了。我又找到一个机会，展现了一下我记账的才能。他们就开始接纳我了，最终进了3大房。所以说，这3大房他还在？当然呀，大人，名家一早就把3大房仓库以及里面的主事和匠人全都秘密迁到了城外。果然是偷梁换柱，还搭上这么多条人命。大人，您看，这就是仓库现在的方位。大人，
属下以为这个明家纵火屠戮百姓，罪大恶极，当一律问罪。明家肯定得办，但不是现在。咱们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一个明家，更是江南未来数十年的安定。老大人，属下接下来该如何行事？你离开库房时，有人发现吗？那就连夜回去，装作什么也没发生。暗桩既然已经埋下了，那就接着隐藏。三大房这出戏，不知将来还有什么变数。属下遵命。青莲兄啊，保护好大人。哎呀，你放心啊，老大，你一定保护好自己啊。走吧，留步留步，哎。则后来露过面吗？自从那天跟云芝兰交手之后，就再没见他的踪影。那就不管他，明天咱俩出城收复三大房。您看，您这个真气没了，对吧？我呢，又只会跑，咱要不然把那朵朵姑娘一起叫上吧？她可不行，人家是北齐圣女。我收复三大房的时候，她若在场，将来有人做文章。老王，关键时刻还得靠咱俩。那都听大人的。范闲驾马出城，刚刚送来的消息，出城之后前行的方向正是如今三大房库房所在。库房所在，乃是绝密啊！必是走漏了消息。那他们出城只有2个人？开始是2个。影子大人，我还以为你会一直躲着不见我。咱俩的事儿回头再说，现在马上回城。现在可不能回城啊！这眼瞅着就拿下三大房了。叶流云正直剑向苏州城一路行来。苦河远在北齐，自顾见不愿出手，那就只剩下一位了。叶流云。那叶流云是咱庆国的大宗师啊，怎么会对咱自己人下手呢？悬空庙刺杀，叶家被逐出京都。那也跟我家大人没有什么关系啊，那是陛下下的令啊。是啊，所以叶流云的报复就针对皇室。大人，要不然咱回城去？这叶流云他不会在闹市之中出手，对吧？再不行啊，咱就乘船离开这江南。大宗师非人力可敌，你眼前的这些人根本挡不住。我要是此时回城，明家就有机会把三大房再次转运。有了这次教训，他们就会把三大房化整为零，散落江南各地。也就是说，要想夺回三大房，只能以快打快。现在就是唯一的机会。可谁来挡住叶流云？他多久到？离得倒是远，可凭大宗师赶路的手段，几个时辰就到。
我娘的产业，我想夺回来。哎呦，大人，我这月银我真是要少了我。这不是寻死吗？站！站！站！在门口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走，快点！别动，后快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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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多先别动，多先别动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 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呀？此地乃是明家私产所在，尔等驾马擅入，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有没有王法了？你们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太听清楚。这是哪儿？我跟你说的很清楚，这是明家的产业。老王，内库转运司罪案。 内库转运司三大房假房主事萧敬是你啊？是我。这是从庆国元年至今你的所有罪行。你这是强加罪名啊！听着吧你。庆国2年3月，萧敬瞒铜山矿难吃死人饷5年，合计13700两。
庆国4年7月9日，宵禁行贿苏州主簿，以贱价购得良田700亩。庆国6年正月，以宵禁为首的3大坊主事，并一干私库拖欠工人工钱累计逾万，引发暴动，死14人，伤50余人。你这知想行贿或还可商议，致人亡命，就真是罪无可恕了。依庆律，当斩。你无凭无据，怎能定罪你？这是供词和证据，自己看看。这是论罪，也在开堂审案的上。监察院提司本就有论罪行刑之责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依法斩杀，无需再审。诸位，谁能再跟我说说，这儿到底是哪儿啊？小主事死了，监察院正是名不虚传。大人，这里是明家私产。内库转运司3大坊乙房主事马雄建是你吧？正是下官。听着啊，任职以来娶12房小妾，其中9房是为强抢民女，更有2房是杀人亲夫夺人之妻，另有庆国6年暴动一案，马雄建亦与萧敬同谋，数罪并罚，以庆律当斩。大人，大人饶命了！大人，大人饶命了！我不敢了，我不敢了！大人，您饶了我这一回吧！大人，斩！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，我人刚到江南，不代表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天下有什么事儿，能瞒得住监察院呢？这儿还有一位姓胡的主簿在哪儿呢？这。禀房主事胡金林，拜见小番大人。胡主事是吧？你来说说，这儿是哪儿？问你话呢。回大人，此地便是内库3大坊库房，转运司所有物件暂存此处。哦，原来这就是3大坊啊！这就是3大坊。监察院提司范闲，奉旨交接掌管3大坊，范某领旨办事。诸位，可还有什么异议啊？你有异议吗？大人顺应圣意，内库3大坊领旨交权。你应该庆幸自己手上没有人命。3大坊内可有专门冶炼铁器的器械？有，集中在一个库房。起身带路。好，都给我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进了库房，就没再出来。是，门关着，但是可以听到里边有金铁交击，炉火点燃，但是就不明白他在里边做什么。哼，不过也无所谓。即便是收复了3大坊，只要叶流云一出手，范闲此次定是死路难逃。你要是没死呢？那可是大宗师啊！你是家主，该注意一点，成败不可寄托他人。范闲如果没死，会是什么结果？
明家争夺三大房，那可是抄家灭族的罪。谁说是明家？对，明家也是被骗的，有个别族人心存祸心。只是这么一来，恐怕再找一个过继的，也扛不住这么大的罪名了。你亲兄弟不少啊，那就让你那些亲兄弟们一个一个的去送死啊！莫先息怒，我那几个亲兄弟，别说一个一个去死，就是一起死也是您说了算。可只怕是这样，也扛不住吧？那还不简单？你和我选一个献祭出去。自然是我。孩儿再贪生怕死，那我也是个人呢，怎么能把自己慈悲宽厚的母亲送出去献祭呢？好儿子，还不到选择的时候，要看看范闲能不能活下来。母亲说的对，不过这一次范闲，怕是死路一条了。这有一会儿了呀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这么点时间，还能临时造出个神兵利器对付大宗师？大人，黑旗听令，守住三大房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进来。叶流云来了，你还等不及了？快到了，我去迎迎他。到！大人，大人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迎着大宗师去的。我家大人一向与众不同，这还管呢？疯了吧？偶尔疯一次也挺过瘾的。大人，等我！都疯了！上！子大人，你也跟过来啊？这种热闹还是要凑一下。你俩要是实在不知道说什么，咱们可以不说话。紧张，总得说点什么。哎，我上个茅房去来得及吗？应该是来不及了。什么？哎，怎么了这是？
叶流云来了。都别跟着，我自己处理。一个人去，不要美。也好，你死了，我收尸。收什么尸啊？这要是真死了，死无全尸。大人，老王，平时你一向聪明，跑得快。一会儿真要有什么事儿，千万别犯傻。大人。什么意思啊？用这个也未必动得了大宗师。没错，大宗师也是人，这超越时代的武器怎么躲？成大宗师者，已不被人间常理束缚，那不成了妖怪？范闲，叶先生好。我欠了人情，你离开江南，我不杀你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人不太听劝。刚才你看到的是什么？神兵利器。怎么不用啊？我想了想，觉得用不上。怎么讲？因为您不会杀我。我听闻您是以流云散手闻名天下。这剑杀人更快，我为什么就不能杀你啊？因为您不敢杀我。放眼天下，除非是四顾剑这般绝情绝义之人，否则就没人敢杀我。真的？叶家是被逐出了京都，但叶家还在，并未消亡。您若是真杀了我，叶家才是真正的万劫不复。这就是
你的底气？先生是天上的流云，潇洒之气，但这么多年终归留了条线在人间。有线在人间，那便还是人。既然是人，终究有情。浪花只开一时，但比千年时，并无甚不同。先生亦是如此。谁告诉你我在乎叶家？铁先生，是我赌赢了。您是大宗师，但依旧是人。赌性够大，够疯的，也不知该说你像谁。多谢叶先生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晚辈是想谢谢先生，让我知道，大宗师也可以依旧是人。晚辈这辈子走仕途，也修武道，要是眼瞧着这两条路走到顶点，都没了人性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你跟你娘还真是不一样，这么矫情。您也认识他？他可不像你聪明，但也别太聪明。什么意思？我是人，并不代表其他大宗师还认为自己是人。大人，这算是尘埃落定了吧？咱赢了。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杀你？拿命赌的。恭喜，命赌赢了。多问一句，既然他不杀你，挥这一剑有何意义？做给京都看的，叶家被流放，大宗师有所不满，这一剑是向京都表达自己的态度。不过刚才那一剑斩向我的时候，我真是觉得天崩地裂，那么一瞬间，真觉得自己死定了。没想到最后就斩了走头发。一剑斩楼，这就是大宗师的手段。大宗师真不是人，听着怎么像骂人呢？这话错了，
其实他们依旧是人。哎，你说咱们会有这么一天吗？我可能会有。那我呢？小范大人，这要等你真气恢复了再说。